后来镜头刷登来国内，针对这个人工生殖法的修正案，行政院决定要甲其中代理孕母这个部分提出来另外处理，这是互在野党的立委真不满。民众党的立委陈昭珠接受到访问的时阵，伊讲圣母玛利亚就是代理孕母，所以就引发到基督徒的不满。陈昭珠今仔日道歉了，伊讲伊无应该伫咧无了解圣经教义的状况下，就来做出着错误的比喻。拿出来帮你推动由上而下，硬要参与这个社会代理孕母的理由案件，我是站不住脚的。台中立委林淑芬还阁伫咧即阵台下人所关甲变叫，不满人工生殖法修正草案将代理孕母先暂时放咧无处理。民众党立委陈昭珠维持讲甲真重。圣母玛利亚就是代理孕母啊，没有透过性行为生下来就是代理孕母啊。就是这段话，互网友听甲起毛真歹，认为陈昭珠毋若伤害到女性生囡仔的自主权，黑白比如嘛得失到基督教的人。如果有冒犯、伤害到任何教徒，向大家道歉，而且不会再引用。来甲基督教的人回失礼，毋过为公道党内陈昭珠讲到脑讲甜，点名立委郭玉清爱伊会毋是，专因为今日讲维权委员会郭玉清指控陈昭珠捌伫咧节目讲出养子对我来讲就是外人，陈昭珠就来背回讲用恶意的言论毁掉伊的家庭。这种恶毒的言语。你知道会伤害多少人吗？针对我个人的失言，在这里呢概括他的承受。不知道郭委员愿不愿意接受这本书，了解一下我们的心情。每个女人都有她们自己的故事，不要把罪揽在自己的身上。一个送册，一个送花，就算立场无同款，落尾两党查某人袂阁互相为难，嘛为列出来风波，担头回失的做一个煞口。Hello， 我是蒋欣梅。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